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19，诗篇105篇43节安尼讲：伊带伊的子民欢欢喜喜出去。带伊竞选的子民，唱欢喜的歌，前行。甲来祈祷，带阮唱欢喜的歌，前行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伫这个充满挑战甲不安的世代，愿需要你所赏赐的智慧甲引带，求你帮助阮明白你的旨意，并且有勇气甲坚定的信心来实现伊。主啊，当阮面对困难甲试炼的时，求你赐阮坚定的心志，互阮有信心来赢过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疼充满阮，互阮时刻知有你陪伴阮，就无孤单。主啊，因为阮无论是怎样的境况，你拢要甲阮三甲直地，因为早时以色列百姓受你的引带，今仔日你也要安尼引带阮，互阮唱欢喜的歌，前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